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23日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带头先就来报连载。宜兰地检署针对着假钱贪污弊案，侦办宜兰县长林祖苗等人，落要实限林祖苗80万交保，伊后生200万交保。罗西亚军队已经把乌克兰围起来，好亲像是随时要战争。但是总统也指示国内就要稳定经济，也就要注意台海局势。今年到今，基隆只有1天无落雨，台北只有6天无落雨，甚至最近落雨落加这个苗栗的草鱼也局面乱起了。宜兰地检署针对假钱贪污弊案，侦办宜兰县政府的人员，昨有去敲县长的官舍以外，搁在约谈县政府一级主管县长林祖苗，也搁伊的后生查某囝。询问了后，林祖苗甲伊的查某囝，也搁有农业处长康立福去互检方声也进见。法院调开羁押定了后，认定3个人虽然是涉嫌重大，毋过无羁押的必要性，裁定林祖苗80万交保，其他2个人是免保放回。毋过林祖苗的后生是200万交保，检方也讲会看判决书的内容来决定敢要提起控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经过规工的约谈甲审问，讲入贪污弊案的宜兰县长林祖苗，互裁定80万块交保了后，未求行出法院，对着各种的提问，伊拢无讲。林小姐有要解释的吗？相关互检方声啊，也有林祖苗大汉查某囝林义玲，也有农业处长康立普，审问了后，2人被无保请回。申请羁押的罪名是图利罪跟财产来源不明罪，这个部分虽然涉嫌重大，但是没有羁押的必要。预知这个林姓被告80万元交保，那另外2个呢，就同时以这个请回的方式做处理。或者是什么事情的约谈？嘛，林祖苗侮辱包含罪名县府一级的主管，也有林祖苗第2后生林佑德，拢被带回审问。审问了后，林佑德奉下令200万块交保。这审问名单也出现国民党前立委杨吉勇。林之妙之子啊，林某泽，在离去本署之后呢，就跟被告杨某雄、杨某火等人共同涉嫌藏匿本案的证据。那今日呢，并就此部分来进行调查。会用约谈是因为检方发现林佑德顶个月互审问了后，实称杨吉勇甲伊的小弟杨耀辉涉嫌掩蔽证据，审问了后，奉下令150万块交保。县长用政治迫害了。杨吉勇离开地检署，心情无到辩护，讲是对林祖苗的政治迫害。敢若看到罪名，国民党家己的人做着约谈，国民党党主席周立伦讲尊重司法，不过也希望司法莫论做政治操弄的工具。另外，检方这摆大动作收查县长林祖苗官舍，约谈县府机关人员是要调查是不是有人借由公务员职务之便牵涉土地开发的弊案。检方除了调查罪案土地开发弊案，也发现林祖苗户头敢有大笔资金的流动，却是无做申报，涉嫌财产来源不明。不过，但是无到1个月，连续发动2波的搜查，案件是不是扩大发展，也是有第3波搜查的行动，也互外界特别关心。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几天啊，全台湾拢伫咧落雨。气象局表示，讲明仔载中部以南有机会变好天，北部上近爱到拜5才会出日头。另外，这个东北部地区因为调风势，爱等到拜6才会转做好天。今年到目前为止，这基隆只有1天无落雨，台北只有6天无落雨。雨伞拍开，慢慢行落气温，来到互人叫雨岛的基隆街头，大部分的人手拢举雨伞，有路边摊特别选伫长途客运路车站牌边仔卖雨伞，看是毋是有人拄好需要。无办法举雨伞的人，有的就穿雨伞。这画面虽然定定伫你我的身边出现，啊，毋过基隆今年除了1月14迄天，其他逐天拢落雨。截至21号，大概是累积雨量天数大概是有大概47天，是自2012年。以来的话是最多雨日的一天。为美国等下台湾的民众听到消息，特别来基隆看雨，搁伫雨中翕相，因为伊住伫美国的所在，罕咧落雨。我们为了追雨才来基隆的，那我们刚好是从美国加州来的，所以相反的是加州全年只下1天的雨，所以我们觉得还蛮兴奋的。不过，基隆的民众无遐尼介意落雨，除了袂少1楼店面拢有装活动雨伞，一寡家庭嘛有准备除湿设备向湿气宣战。出门都要带伞啊，伞是必备，然后除湿机跟烘衣机那些都是需要的必需品。这样。那基隆今年到目前为止，依然好天敢若5天，台北桃园新屋也敢若6天。另外，今年以来，全台湾13个平地观测站测量的平均雨量达到300毫米，接近平均达153.2毫米的2倍。
也是1951年有统计资料以来排名第4的年份。反盛炎现象，印度洋海温偏悬，也加华南分河区无正常活动，这是造成降雨的主要原因。北部乌阴落雨果湿的天气，可能要到拜5还是拜6才会好天。到了深夜之后，降雨的话，在中南部地区就会比较趋缓下来，剩下山区还有一些零星的雨。然后北部跟东半部的降雨，晚上之后也会变得比较局部一点。因为大陆冷气团带来气温也慢慢回升，气象局预测28连续假期，全台湾各地大部拢是好天，不过基隆、宜兰、甲花东也是有可能出现乌阴落雨天气。记者综合报道。寒流来到位，天气寒死死，而且这落雨是落几落天。正伫咧苗栗的草鱼，也人讲这是气泡这水果咧，因为这雨水的关系开始伫咧烂。初步估计这损失应该有到5成。另外南部的山野站，因为这笑日头光的时间变少啊，开火时间也延后，而且有病虫害情形。毋过讲到鱼仔，却因为雨水有较高，变甲真大粒。外口还伫咧落雨，农民是真拼死出来挽草鱼。这草鱼毋是水伤，就是闭气，有诶还阁生菇烂去诶。苗栗大湖诶草鱼即嘛是长着时，毋过最近落雨是落无休困，那游客减真济，初步估计农产差不多损失5成。黑掉就是过于熟透以后，下雨来就烂掉了。将要成熟的草莓几乎都是在腐烂的，采下来的草莓能够用的大概不到一半。雨落真济天，出日的时间得咧减少。台南玉井的山野出现火开了较慢的情形，农民讲目前有开火，敢若占3成，希望赶紧好天，到时果子嘛较袂有病虫害，甲炭糞病。日照不足影响伊的光合作用，所以山野伊养分不够，所以伊的开火吼，稍微点啊开较慢啦。像今年即摆已经2月底啊吼，火开差不多3成左右呀。因为落雨，各地传出有农损的情形。不过，伫南西梅岭的鱼仔，受到今年雨水较饱、土肉较淡湿的影响，这鱼仔是生了较紧，而且嘛较大粒。今年中个较大粒的，应该至少会有2成以上，也若继续嘛有较好。今年梅子我想质量会比较好，因为雨水充足的话，梅子大果率会比较高。大果可能市场上的售价还有卖相种种都会比较理想。当地农民讲，鱼仔的采收期差不多伫3月底，不过今年应该会提早到3月初，接续梅岭的休闲农业区进入青鱼仔的产季，到时嘛会推出采收，还有 DIY 体验的活动。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增加2个本土病例，也因为咱国内疫情渐渐伫咧稳定，指挥官陈时中也讲，真紧去运动就会当面挂嘴阿妈。也若讲到民众想要出国去，上紧伫今年后半年是有机会出国。若准项目愈行顺利，全世界疫情拢稳定落来，时机若到位，自然就会开放。国内23新增加2例本土个案，其中按2024版，目前进前已经确诊的新北设计师共时段伫台北市这间餐厅用餐。按2029是确诊个案，台东领队的卫生啊，期间隔离期间阴转阳。统计甲食饭唱歌团相关的个案已经有44人，不过新增加个案拢考虑在内，因为最近疫情相对会当控制。指挥中心讲，喙暗的禁令，运动这方面可能会当先解禁。如果戴口罩，其实我最想开的是运动了哈。那不过一切都有细节相关的要整体的考虑，这是我的第一选择了哈。那应该很快。若是个人期待的边境解封会当自由佚佗，但市长提出时间点，上紧有可能伫下半年。伊家己也规划伫解封了后，要去前送咱国疫苗的国家进行疫苗感恩之旅。国内开放旅游的相关准备工作，会请交通部规划。有一些指引相关的规则 SOP 或怎么样，对吧？现在都应该是开始要规划的时候，可是就等时机成熟，那就可以来做。另外，医院国内确诊者已经突破2万人，为了提供感染康复者完整照顾，卫福部推出康复者整合医疗计划，条件就是感染了后，该隔离6个月内有急性感染了后症候群需要照顾，科别包括胸腔科感染科等。病人付一个挂号费甲部分负担，都当得到整合医疗服务。主责医师看病人的需要来安排各科共同来会诊，那他只要挂这个诊和门诊，他就可以接受
一次性的服务。若是轻症无症头的，什么时阵会当唔免隔离居家治疗？指挥中心表示，疫情慢慢缓和，疫苗注射率更加悬，都会一步一步规划。根据最新的统计，咱国新冠疫苗注射率第一期超过8成，第二期接近8成，对加剂注射率是突破37%。记者综合报道。人讲到这战火无情。罗西亚敢会入侵乌克兰呢？罗西亚总统普京日前摕到国会境外动武授权，而且伊也宣告双方卖动干戈的秘书克协议已经完全失效啊！目前美国、德国等国家已经对罗西亚经济制裁，不过罗西亚的军队有关是对3方向来把这乌克兰包围起来，随时会点动带兵。乌克兰目前也发出后备动员机，随时要来应付可能会发生的战争。俄罗斯外交部日前公告，即马开始甲有党境内的顿涅茨克以及卢甘斯克共和国建交。俄罗斯国会下议院日前也正式通过境外动武授权，予俄罗斯总统普廷出兵乌克兰有法源依据。普廷公开表示，2014年双方所签的明斯克停火协议早就出名尔，而且拢是乌克兰的责任。Задолго до вчерашнего признания народных республик Донбасса. И не нами, не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ями этих республик, а действующими киевскими властями. 根据美国科技公司 Maxar 公布的最新卫星画面，目前除了白俄罗斯南部边境增加超过100台军车、军用艇道以外，两国边境也出现用来载运战车、大炮，以及其他重型装备的运输车。部署的部队也还在增加，同时还出现一座野战病院，战线局势持续恶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也下达后备动员令，预定超过25万乌克兰成年男性，会伫7至10天来入伍。Шановні громадяни, українці, мирна нація, ми хочемо тиші. Але якщо ми сьогодні промовчимо, то завтра зникнемо. 俄罗斯宣布承认顿巴斯境内的顿涅茨克加卢甘斯克共和国了后，以美国带头的新国家，包括日本，拢提出经济制裁，包括冻结普廷亲军人士主权债务基金加俄罗斯主要银行的资产，同时停发相关人士的签证。德国是宣布停止俄罗斯直通德国的天然气管线北溪2号的认证审议停书。拜登批评俄罗斯违反国际法，目前军事动向就是要入侵乌克兰。欧洲第23指出，未来24点钟内，俄罗斯军队就会发动攻势。Russia's moved supplies of blood and medical equipment into position on their border. You don't need blood unless you plan on starting a war. Russia is at peak readiness to now complete a full-scale invasion of Ukraine, and that is likely to occur within the next 24 hours. 白宫日前宣布，拜登甲普廷的见面已经无伫计划内。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一定日时甲俄罗斯外长拉夫洛夫的会谈也宣告取消。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也向泽连斯基建议甲俄罗斯断交，同时也得到美国国防部所提供更加侪军事援助的承诺。拜登已经批准美国部署伫欧洲的军队，包括步兵、战机甲攻击直升机，渐渐向波罗的海国家移动。公司新闻金冠庆编译。乌克兰甲罗西亚的情势是袂输，随时拢会战起来。咱的总统蔡英文今仔日听国安会报告了后，针对乌克兰上届新的情势做出4项指示。除了谴责罗西亚对乌克兰对的主权侵害以外，咱台湾也着爱强化对台海军事动态完整的应对，全面提升应对这个认知作战，稳定民心。上届重要的就是后者的物资补给，还有股市会当稳定。政府密切注视关于俄乌情势的发展。我国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对于有助于和平解决相关争议，我们都会尽最大的努力。乌克兰的局势清关，总统蔡英文听出国安会报告，做出4项的指示，谴责俄罗斯对着乌克兰主权的侵害，呼吁各方和平理性来解决这争端，也强化对台海军事动态因应的准备，全面来提升应对认知作战，稳定社会民心士气，并且因应各项经济变数，维持物资补给甲购回期的稳定。政府在过年之前就开始有这样的沙盘推演，那至于就是短期间如果对股汇市有一些影响的话，相关部会事实上也都拟好的一些因应的一些方法跟对策。所以假设油价会触及到32块半的话，
那么我们中油就会吸收这个上涨的1半。相关部会拢伫准备因应，由乌克兰是全球贩卖第3大的出口国，危机情况会对全球的七国流通来产生影响。农委会表示，虽然国内去年也对乌克兰进口小麦甲番麦，不过进口量是无悬，大约占1%左右。农委会要甲大唐来合作，扩建谷物仓储的库存量。我们现在已经跟台糖合作，要新建至少超过6万公吨的库存量，今年就先去租相关的仓容量，来确保这一些的玉米等都可以满足我们国内的需要。俄罗斯甲乌克兰冲突引发能源粮食价格大起，甲通货膨胀疑虑，也增加全球经济变数。最近也传出美国加争取亚洲经济强国支持，对俄罗斯发动严厉制裁甲出口管制，希望得到台湾、新加坡甲日本的支持。另外，台湾基于甲美国、日本的战略合作，有可能推出包含金枝输出半导体这科技的产品进入俄罗斯，华为甲品行会对俄罗斯的产业发展造成实质的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欠鸡卵，农委会有甲加工业者调鸡卵来互品种，最近也会甲这外国进口来鸡卵补登去互业者。主委陈吉仲表示，日本进口的鸡卵毋是对禽流感疫区内的，也若生产的鸡卵这补贴的是延长到3月中，3月中过后，咱台湾欠卵的情形就会当改善啦。国内鸡卵为去年10月开始产量快速减少，这几个月虽然加强调度，也是无够。进前也请加工业者释出库存应急。今麦农委会拍算为美国、日本、澳洲进口鸡卵回报500多万粒，其中日本为非疫区单一牧场进口300万粒。这是来自三重县的只有一家的畜牧场，离最近有禽流感疫区的地方的距离至少超过150公里。一方面应急，另外一方面要加紧国内生产速度。农委会进前提高产地价每公斤2块，搁加补贴3块，政策要实施到3月中，再来评估是不是延长。鸡农即马一步一步提高产量。那个养的意愿有提高，今年我们饲料成本增加，可是你单价没有起来的话，可能农民就是说去停养还是弃养。不过补贴敢若予鸡农协助调度两商无奖励，两商也坦白讲，即马是共同体谅。大家共体时间应该在半个月后如果那个产量有比较恢复以后，可能会大家会舒缓一点。农委会讲，即届卵无够，毋是去年疫情奖励拍掉鸡母引起的，天气剧烈变化才是主要原因。注意陈吉仲记得，去年产地彰化温差超过10度的天数，比前一年加14天，鸡仔感染死亡增加3成。不过，这也凸显无现代化设备的两鸡场，无法度应付气温剧烈变化。为了这件代志，农委会拍算比较100亿应地基金的模式，争取预算协助两家场转型，来建立冷链设备，安尼才有法度因应极端气候的冲击。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有人讲拆家种棺材，不过这拆迁就该摆。伫高雄林园有一间社区病院，医生骗这健保费，病人骗的是保险金。这个病院院长呢，请一个无牌医护人员来乱开药啊！这资料顶头佫乱写讲，这病人就要住院，甲健保骗2000多万，开假证明互病人去甲这保险公司领这个保险金，是领1600多万。目前这个案件呢，高雄地检署依照诈欺甲伪造文书等罪，甲病院患者计共17个人起诉。虽然是落雨，病院大厅休诊的病人也是真多。高雄林园这间病院传出院长、甲病院员工以及病人登记来查埔。高雄地检署经过将近2年的调查，甲涉案的医护人员甲病人总共17人，以诈欺、伪造文书甲违反医术罚债罪嫌来起诉。该医院长期雇用未具合法资格之医护人员，为住院病患看诊、开药及照护，并勾结15名无需住院的病患，制作不实病历住院，借此向健保署诈领费用。敢若需要追踪治疗免住院的慢性病病人，医方以密医伪造病历才手法来查埔。检方来调查2021年到2020年，总共诈领健保2090多万块，也开不实的诊断证明，互病人分别向14间保险公司来申请医疗赔偿。敢若2017年到2019年就诈领1682万元的保险金。其中有一个家族，一家5人，明明只有一个人有工作，全家保险费却是有46万元，就是靠诈领的保险金来支付这个保费的。
所以一定会印象啊那。还好啊，看不出来。对啊对啊。怎么样看不出来？你觉得？就感觉吧。对啊。那他平常对待患者的态度是？还不错啊。8号医长看病民众评价是袂歹，确实爆出早报的消息，也有不少人惊一日。这阵正是疫苗注射期间，病院的人是真多。因为这个病院是当地较有规模的社区的病院，遇到检讨的指控，院方发出声明表示，事实不是安尼，尊重司法的调查，也希望真相赶紧调查清楚。记者综合报道。有一寡人因长期住伫国外，毋过一回来到台湾，就是要用台湾的健保，互真侪民众感觉讲安尼是真无公平。卫福部也当咧考虑讲，要甲回国了后恢复投保的制度废除掉。毋过驻外人员甲行进的人员会掠我，也因为讲这健保的费用是牵涉到咱的工资，即马基本工资有企业拜五健保会会开会讨论，看敢要做调整无。伫即几年转到中国发展的艺人陈德英，伫日前宣布伊放弃台湾的户籍加健保，改直入中国。长期旅居中国的艺人黄安是公开表示过，未放弃台湾的健保，引起外界议论。为了要顾及健保的公平性，卫福部考虑废除长期旅居海外个人的停服保制度，只能限定驻外人员、管用时阵的工作人员才能使用停服保。只有享用台湾的健保的医疗资源才回国这样的使用一个情况，其实可能也会造成说大家觉得说我平时也是在这样缴纳健保这样的义务的话，这公平性可能会有一些不是很对等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他如果出国期间没有缴的保费，他理论上还是应该要把保费都缴齐，才能够开始来就医。另外，因应基本工资调起，健保的投保金额上限也可能会调整。伫即马投保金额上悬的期估是18万2，有可能调悬到19万或者是20万。12年来，那个下限调了很多次，但是上限都没有动的情况之下，大家就会觉得说，是不是应该要考虑上限的部分也做一些调整？卫福部强调，今年健保的费率应该是维持5.17%未调整，但是会就部分负担、旅外个人停服保、投保金额上限等5项做配套进行检讨。因若重新加保的等待期，海外收入的这个问题，目前是也无共识。按算伫咧2、5、8、5健保会开会时阵做阵讨论。记者综合报道。最近韩流来到为台湾青年民主协会就接到学生囡仔的反映，讲真侪国中、高中学校拢要求学生讲，这制服外口是袂当读家己的翕啊，甚至违规者会去互学校记告。教育部伫昨搁再发公文互学校，袂当因为加读一领外套就甲学生处罚。这几天寒流来，湿骨寒，落雨要出门，大家拢穿真多。不过至少40间高中、15间国中的学生向台湾青年民主协会来反映，就他学校有人禁止学生甲较小外套穿在校服外口。大部分学校都有修改好，就是校服内外可以加穿保暖衣物。但是今年比较多的状况是，可能个别老师或是学校的个别教官会去要求学生这样。中部某一间学校校务处公告，学生穿家己较小的衫裤，不过入校了后爱甲外套脱掉。某一高中某一班是提醒天气继续湿寒，爱扎雨帽、雨伞，还佫较小的衫裤。不过附注上外口迄领依然爱是学校的外套。另外，新北市的邦桥高中今年甲增建，互学校反映禁止较小的衫裤穿伫外口。邦桥高中要互学生讲着讲，若违规会互登记，靠这个班级的英语竞赛分数。不过，这三个学校拢表示讲，早就开放服装仪容的规定，无学生反映的代志。其实真的没有，而且我平常早上的时候，我们在那边也没有时间不会啊，就变成说，你有时候对学生的关心，可能学生会觉得有一些误会吧。新北市教育局表示，经过了解，这群学生并无受影响，也是因此受到处分，会继续来注意学校落实服装仪容的规定，若无合理的顶处。另外，教育部2日搁再发公文，讲到相关规定，若学校确实违规，会按照相关规定处理。我们会是建议说，教育部未来如果真的遇到低温特报或是冷气团寒流之前，或是在前一周就事先发函。对着部分的学校以学生的安全为理由，讲伫学校就使一日就认出学生，避免其他人入来学校。学校的外套也是制服，又爱穿伫上外口。台湾民主青年协会讲，其实天气真寒的时间无多，只要有春秋的做法，安全甲健康是很兼顾的。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国际能源一直咧起价，加上通货膨胀，有真侪欧洲人这日子是真歹过。亲像意大利真侪老大人生活有问题，当地也发起替老大人立小单的活动。另外，伫英国、法国面对真严重的通货膨胀，真侪人的生活拢真有压力。今年95岁邦尼原本拢是早起啉咖啡、看报纸，或者是去花园散步，享受简单快乐的生活。不过，伫咧现实的生活，伊即马和小单是在家根本无法度喘气。邦尼目前的存款，再加上出来人互伊的，一个人负担900欧元，差不多代表28500的厝税。不过到2月底的时阵，伊的口座的钱就会用了。每个月老人年金是无到600欧元，代表差不多19000尔，根本无够用。邦尼只是佛罗伦斯市目前65岁以上时大人并做三车线以下族群的缩影。市府最近就发动三车老大人小单领养的活动，筹募资金帮助因渡过难关。因为能源的价格愈来愈贵，造成通货膨胀率创新高。英国也有这种情形，像佛瑞普是几落百万，算是经济较好的一群人。不过即马为着要省钱，唔甘要开小气，物价起价情形也差不多反映出英格兰银行所讲的，这种是30年来对生活冲击上大的一年。消费者物价膨胀率起到5.5%，4月份的能源的小单会增加54%。政府已经计划把起价正悬的部分的燃料的价格分做几落年来付。Even though wages and benefit incomes are going to increase in April, they're not going to increase at the same rate as prices. 因为伫法国消费者压力也正大，受到钱变薄的影响。法国的民调机构奥多克萨的资料显示，有8成的法国人认为家己的购买力正在下降。专家讲，譬如讲，伫咧法国正受欢迎的意大利面，2021年一直起价，而且因为农作物的收成无好，今年恐惊也阁会起。另外的计销起也对一般的家庭造成压力。自今年1月开始，每1公升的燃油计销起6欧分，换算代表是要加2块。天然气上悬是起到1公升1.85欧元，差不多代表58块。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罗西亚宣布讲要含乌克兰东部的分离区建交，甚至要派军队入去。这个手段好亲像是熟悉，是因为罗西亚英国也用同款的手段支持摩尔多瓦和乔治亚境内的分离主义区。这届这个罗西亚呢要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甚至发动入侵行动。外界拢认为讲普京是想要建立一个新的苏联，卖互西方国家甲因落条条的。罗西亚公开承认顿内刺客、甲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主权独立，随派维和部队进驻。总统普京讲，乌克兰东部自古早以来都是属于罗西亚。外界解读讲，罗西亚入侵的行动，就是想要甲乌克兰搁纳入罗西亚，实现伊苏联的梦想。I mean that if he has to return the Soviet Union, Russian Empire, and he was quite liberally mixing together these words, so in his mind that's more or less the same. To get back everything, the Kazakhstan is already there, Belarus is already there, Ukraine needs to be dealt with. That's what he is doing right now. 罗西亚的行动，让人想到从1990年代以来，普京就支持东欧摩尔多瓦、涅斯特河东岸的分离主义地区，高达也有罗西亚的军方驻守伫遐。2008年，罗西亚支持乔治亚境内2大分离主义地区，承认因独立了后，派驻维和部队，造成乔治亚失去领土。不过，普京日伫咧克里姆林宫会见阿塞拜然总统的时阵，都否认恢复苏联的讲法。Спекуляции на эту тему, на тему о том, что Россия собирается восстановить империю в имперских же границах, это абсолютно не соответствует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и. После распад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Россия признала все новые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реалии и, как вы знаете, активно работает над укреплением наших. 做伙唱国歌捍卫国家主权，抗议民众伫乌克兰首都基辅的罗西亚大使馆外口唱举电管车阻挡普京的步调，针对普京承认乌克兰东部分离地区独立，民众是真不满。We came here to show them that we will resist, we will fight for our country, for our land, and no one will stop us. 全球无共所在开始出现支持乌克兰的行动，伫德国、法国也有加拿大。有民众自发性聚集伫罗西亚大使馆外口，伫摇国旗，嘛呼吁各国政府爱扩大制裁罗西亚。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
2020年1号至亚洲有一名非洲的查甫人去外口慢跑，却去互3个白人开枪杀死。美国联邦法院陪审团支持裁决，这3名涉案的白人受分犯罪罪名成立，而且进程已经因为谋杀去互判爱关归4人啊。家属认为讲，这证据虽然有较晚来，不过总算也来到位。Justice for Ahmaud Arbery。非裔查甫人阿贝瑞被杀害2周年前，3个嫌犯第2遍审判，受分犯罪罪名成立。陪审团判决出来了后，辩护律师甲受害家属伫法庭外举双手，讲这是万来正义。That Ahmaud will continue to rest in peace, but he will now begin to rest in power. Yes, right. 住伫乔治亚州布朗斯威克镇附近，当年25岁阿贝瑞是伫2020年2月23日天出外运动，无想到去互一对白人白仔囝开车压枪拉炸，结果着3枪当场死亡。过程拢互对伫后壁翕的白人厝边仔专程录落来。这段太人画面伫案发2个月公开了后，嫌犯才互抓到。因讲合作当地窃盗真济，想讲阿贝瑞是窃盗犯才会对伊攻击。不过检方调查发现，当时无任何窃盗案，阿贝瑞也无偷窃的记录。犯案的白仔囝甲白人厝边，顶个月才互人依照谋杀罪判处终身监禁。即马罪名佫加一个。检方发现因伫电子消息甲社群媒体发布真侪项轻视非裔的言论，受分犯罪有这个迹象。The Justice Department has a legal obligation to prosecute hate crimes. And as Americans, all of us have a moral obligation to combat the hatred and bigotry that motivates those crimes. 到底这项裁决出来了后，美国司法部长向痛失后生阿贝瑞的父母致意，当时强调无容允受分犯罪继续伫美国多元社会产生。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讲到咱台湾有16个县市设45大区间测速，今年又搁开始掠超速啊！虽然有减少交通意外，不过民间团体业绩期讲，这区间测速是监控行踪车牌辨识会侵害运输甲人权。不过交通部强调，区间测速是维护交通安全，袂侵犯运输。伫新店宽和路的区间测速，今年1月24日恢复执法了后，有效阻止车辆超速违规。新北市警局交通大队提出数据，北宜公路第64中和段，也甲新店区宽和路路段事故减少6至8成。不过驾驶反映，行驶区间测速的路段，目睭爱一直看速度，颠倒无法度注意路况。隧道里面大部分都是怎么的？那个光线啊。那个光线跟外面的自然光线不一样，所以啊，有的时候又要看前面，又要看仪表板，所以会分心。全台湾有16个县市设立45位区间测速，今年陆续恢复执法。不过区间测速对用路人是不是好处较济，外界看法无同。反对意见的民团指出，区间测速监控行踪，车牌辨识侵害运输甲人权。交通事故调查原因，速度仅占2.13%，提出严格控制车速，违反比例原则。不管是逆向，不管是没有打方向灯，或者没有注意路况，这些东西的违规都是需要时间以及观测来去判定，其实不是因为超速是事故主因，而是因为超速是最容易去取缔的。民众在道路上面行驶，他不管有没有违规，他全部都被拍摄。那他被拍摄了以后，这个后端的资料怎么样管理？我想这会造成民众对隐私权一个很大的疑虑。有律师指出，政府必须确保驾驶运输权，包括行车路线、车牌号码、个资，袂互人随便利用。针对民团这支区间测速是交通戒严，政府持票无治本。交通部回应，数据资料显示，出体件数大幅度减少，事故件数也明显改善。全神贯注，反而会降低事故。那当然会对有一部分人，他的车辆性能非常好，他只是希望说，你如果定点测速，我过了那一点，我就可以持续发挥汽车性能，可是往往就在那附近造成一些事故。若是区间测速所定的速度限制规范，互人骂过时，公路总局回应，规范已经实施真久啊，确实爱检讨，所以会邀请学术团体研究速度，定出规范。记者综合报道。
卫福部伫咧去年底有预告，诊所也爱提供新兴中介设施，却引起基层的诊所反弹，所以一直拢无来正式公告。新众团体今仔早起也强调，这草案只是针对新设的诊所有要求，已经开业2万多间诊所是未受到影响的，呼吁大家爱做伙来支持一条。坐轮椅的人若去看医生，想要上诊所，大部分拢爱去大病院，才有附设无障碍的诊所。为了要营造优先就医的环境，卫福部伫咧去年底有告医疗机构设置标准草案，针对无共规模的诊所定诊所设置标准，不过是引起医界反弹，认为安尼先会造成经营的困难。对此，新众团体澄清是误解，草案未溯及既往，只敢针对新开的诊所。不要去奢求说一定要做无障碍的那个厕所，当有内急的时候。某些大概一部分的一些弱势的朋友，包括高龄者这些，他们有机会可以进去。我们或许会用不到，但是我们也期待其他有需要的人也可以用到。草案针对300平方公尺以上的新开的诊所，才符合设置无障碍诊所。不过，台湾有93%的诊所是小规模的社区诊所，是无到300平方公尺。按照规定，只要有设坐马桶，还佫伫咧两边有换手。新众团体强调，安尼时做就免搁再共病乌涂骹，上诊所时阵要所在通花，以免发生意外。目前伫国内有120万位新众者，400万位是大人。新众团体讲，基层医疗建立优先的环境，每一个人拢有好处。我们将近有120万个障碍者，还有400万的老人家。我们要的不多，我们要的是我们可以进入医院，可以进入诊所。长辈、身心障碍者去诊所打疫苗，或者是小病去诊所看医生，都是很大的负担。新众团体表示，已经开的2万多间诊所未受草案的影响，希望甲医界建立沟通的管道，重视新众者看诊的权益。伫咧疫情之下的高龄社会，透过对话取代对立。记者综合报道。虽然讲咱台湾正做亚洲头一个同性婚姻的国家，不过结婚的对象其中一个人，因的国家若准是无允准同性婚姻，伫台湾就是袂当登记的。有一对日本甲台湾的情伴，就因为安尼生，去互户政机关拒绝登记。今仔日民间团体为着因召开记者会，因表示讲目前已经提起行政诉讼。数日後、私たちは戸籍事務所に婚姻届の提出に向かいました。しかし、私が日本人であるという理由で受理されず、否担に触れました。深正对看台湾的罗阿秋甲来自日本的有吉英三郎是交往超过6年的跨国伴侣，但是因为日本无承认同性婚姻，致使因无法度伫台湾登记结婚。潘立明表示，已经替因提起行政诉讼。内政部行政命令给他们说，婚姻之成立依各该当事人本国法。因此，如果有一方当事人来自同婚不合法的国家，那么这个婚姻就无法在台登记。今天只要阿树或有吉换了一个性别，他们今天结婚毫无困难。所以这件事本质上其实就是性倾向歧视。针对跨国同性婚姻的困境，监察院嘛伫支持公布调查报告，呼吁行政院甲司法院等等机关爱紧完成修法。潘立明表示，因真肯定这摆调查报告。大法官释字748号解释，当初在2017年5月24号做成的时候，是给立法机关2年的修法期限。监委的调查报告明确指出，司法院提出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修正期程，其实逾越了这2年的期限。送到行政院之后，行政院又耽搁了1年多，目前也还没送到立法院。有吉英三郎目前是以工作签证的方式，才会使踮伫台湾。潘立明建议，伫完成立法进前，先研究相关的行政措施，放任跨国伴侣移情居留的权利，或者跨国伴侣会使先放心踮伫台湾，望跨国同性婚姻会使赶紧伫台湾全面合法。记者郭冠长随台北报道。英国互人笑讲是伫咧关网仔的新德关花山民俗文物馆，今年的维护经费就要开上100万。经过乡公所甲县政府的规划，即马重新开幕，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好听的乐曲，还有古早的电影海报、甲布袋戏台，经过改造的花山民俗文物馆，目前依然规划做餐厅使用。二楼的部分是展出传统做餐器具，参社区总体营造的成果。
在地人对这的未来是充满期待。过去、现在甚至未来，那也把我们盘点跟整理这在地的一些跟地方创生相关的产业。返乡青年跟我们社区的伙伴的一些成果，都在这边做展示。文物馆在1996年完工，外形是客家土楼建筑，过去业者经营不善，关店了后，拍荒真久。长期以来，行政院工程委员会家己做档案馆，要求改善。希望这个场馆的活化，能够也帮我们政府单位节省一些公帑，就是我们整理馆场的这个经费可以省下来。我们也是期盼我们不要用很高的租金，让这个业者呢能够承租继续经营下去，永续的经营，这是我们最希望的。未来文物馆是交由经营业者维护，除了乡公所会使欠省上百万的预算。嘛，希望文物馆会使个活起来。记者对君和新竹报道。屏东潮州南澳的树林平地森林园区最近推出真济活动，希望民众来到这个所在接触到大自然，也知影讲要安怎保守。屏东县潮州镇的林澳树林平地森林园区是一个大武山脚的多元生态园区，为着促进民众了解山林、保守生态。屏东县林管处推动林学校主题，规划一系列的活动课程。低开发、低密度、低设施的一个园区，打造就是野生动物的家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带着学员营造独角仙的家的这个生态。辛劳的工作之后，然后我们就会在这里进行夜间的一个生态的观察。林学校的主题课程包括山林幼教、整理动物的生活环境、生态探索，也有山林的野餐活动。除了要让民众体会大自然的美妙，体验林务工作，也带民众了解到地方的食食文化。可以了解我们林务工作，就是林务局的林务工作在森林里面的那种生活，夜间住在森林里面。另外，唔那林学校的主题课程，园区也会举办艺术节、音乐会、户外电影院、市啊，也有原住民的麻糍和工艺品的 DIY 等等，就是希望让民众甲山林愈亲近，做伙来享受轻松的生活气氛。记者综合报道。已经77岁歌戏演员杨丽花，今日特别为着伊的地主陈阿兰的新戏宣传。杨丽花强调，这世人上界重要的使命感就是传承歌戏，而且这几年传统的歌戏加入创新的元素，成功吸引不少少年人来看。真出桥的歌戏小生陈阿兰，家己的恩师也就是77岁国宝级的歌戏天王杨丽花献花，感谢伊一路的栽培。因为杨丽花嘛真欢喜，加念力，祝福伊新的戏会当圆满成功。歌戏，别人伫咧演，我嘛紧来看，来甲看讲好啊歹，啊甲伊讲安尼对啊毋对，我一再搁伫咧研究，啊伫咧学这个文化。文化是这个歌戏是正正伫咧咱台湾出产的，毋是别国传来。杨丽花讲，伊这世人上界重要的代志，就是要甲歌戏传落去。嘛特别甲陈阿兰交代，除了爱保留七日啊等等戏曲的精华，嘛爱求新求变。陈阿兰伫这出新戏内底结合即马上界流行的动漫，也那宣传这方面是结合数位媒体甲 NFT， 要互更加侪少年人了解歌戏的水。我们每次做戏呢，都是战战兢兢的，都希望能够把他的理念传达下去，然后让观众呢看到真的我们台湾本土的戏剧是就是非常与时俱进。这几年来，电视歌戏一直有创新。名播客栈是台湾头一出结合歌戏甲音乐剧新形态歌舞情景的戏剧。创新的收入受到不少少年族群的欢迎，这出戏的收视率嘛创下公视台语台开台纪录。传统戏剧有逐渐凋零，所以现在文化部呢用很多的计划也要来振兴剧种那么唱腔身段还有各方面服装能够继续传承下去。讲台语是真水的所以这个也是语言传承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法。在这出新戏内底。陈阿兰是演嘉庆君的角色，也拿这出新戏的总监制杨丽花，除了教陈阿兰安怎展现皇帝威严，嘛替伊准备装他的物件，透过师傅甲徒弟仔之间情感的交流，嘛象征传统戏曲代代传的精神。这出新戏24会伫台视大城播出，
未来嘛会伫公司主频道，还有台语大放送。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城市科大演艺科学生最近要演一出全台语的舞台剧，叫做《爱声款》，也是因的毕业制作。内容是讲到1920年代的大场亭，探讨传统教育甲女权观念。3月时阵也要伫咧大场亭演出。为一位都会女性雄雄倒转去到1920年代的大场亭，引发古早甲现代社会教育、男女地位等等观念的冲突。剧本《爱声款》改编莎士比亚的顺汉记，探讨女权的议题。在顺汉记里面，我们看到的是女权在那个年代的不公平，那我们自己把它去萃取，然后改编成我们想要主要讲女权。公与不公的这件事情，你就是当外文啊，无代志就顶茶啦。阿三泡茶啦。好。哎，一样，你怎么一样？城市科大演艺科的应届毕业生，头家用全台语的方式演舞台剧，内面嘛有来自高雄的同学，掺入家己捌听过的台语俗谚，自行发挥，让几出戏更加活泼。里面就有加了一段是，就是俗语一定会用到的东西，直接来咯。一刀加落去，歹运随风去。今日好日子趁钱哪趁水？嘛有本地袂晓讲台语的同学，哪排戏哪做伙学。同学听到我错就一直纠正我。对，那现在是真的觉得有比较好，有比较流利，然后甚至觉得好像台语也蛮好玩的。学生表示，这款的相似，除了剧情需要，嘛希望把台语推广至日常生活，更加希望大家透过这出戏了解到爱有真侪形式。记者伫问李学凯新北报道。8日为真侪项金马奖的资深影视工作者潘志远导演，为了传承原住民文化，特别用 VR 影片记录部落，克服着环境加气候因素，透过720度的虚拟实景，结合生态旅游节目，希望带动电影产业，也让民众有无同款熟悉文化方式。伫头壳顶挂 VR 的显示器、手架控制器、凸灯球，伫咧720度镜面内底体会台湾传统仪式过年节，要成做勇士的过程。对台东土邦部落出产的红梨、出名的情人桥，到规个大街小巷，拢通亲身行一逝，感受土地的水。安怎让使用者感觉真实，是上界大的挑战。为头前录影到后壁完成，差不多6个月的时间。气候啊，各个环境啊，环境对我们来讲咧，拢是一寡考验，所以讲爱来回安尼去走，才有法度呈现出一个完整的部落的原貌。所以这种可能在技术上面会导致乐听者觉得这不是我的一个问题，是要透过很多的一个设计的方式去解决。因为它是360度的一个影片，所以你这样拖移这个就是影片的任何一处，你就可以去探索。这个新生态节目是政治大学甲电视企业集团合作，用虚拟实景打造的。3月初整个虚拟影片就会伫咧网络播送，观众会当用各种装置来体会，真若家己有家己的显示器，效果会更加好。需要透过我们一些资源的挹注，让大家来发掘原住民更多美好的，不管是你心灵上的感受，或者是视觉上的感觉。永续发展的一部分，这是全世界拢爱去做的工作，城乡这个分离爱甲合作转来。业界甲学界拢期待透过元宇宙这个虚拟概念，让更加侪人来一逝原住民深度部落的旅游体验，颠覆英国影音内容制作的技术限制，也带动电影文创设计甲创新的能量。记者阿明金曾派文台北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基隆到新竹对12度到15度，苗栗到云林对12度到18度，嘉义到屏东对12度到22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3度到22
度。平湖金门马祖对6度到14度，也个未来3天气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咱明仔载暗时7点再相会。Thank you.